预备性今天的礼拜。我们还是来练习一下63这首歌，连我自己都没有很熟。好，那我们来一同来起事情。预备性准备进入礼拜。我的心情啊，伊着何乐邀我，唔通袂一直伊的一切恩惠，因为伊捌
行奇妙的事。这是咱来学了感谢上帝。学了诗歌441首，441首，上帝圣神引带保护，咱去来临。迄个上帝，我感谢你过去的一年久，有你的引带甲带领，互阮这青年拢教业，阮拄着顺境、逆境，也是受挑战，你的稳定甲欢迎，你的慈爱甲疼，拢无离开阮。只是阮也要用助你教示阮的彼得文，三个彼得讲，阮你的我你的名姓，你的国灵法，你的旨意行，你的心意，我的心听的话，下面阮的服务，以前阮下面服务阮的人，我接受阮的一切，有我发你的爱，你我关键天更都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谢谢。这是咱来启用上帝的话，
在体育文334139。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故你讲，你拢知。对前方，你嘛看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会看。你现在我要讲什么？你亲手保护我。你的财产让咱低调。等你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得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我若回到你厝的去，若是去到日落迄边，就你的手嘛会扶持我，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我若有黑暗，甲我扛起来。叫暗暝甲我抓走。对你来讲，黑暗无甚长。暗时亲像一时遐尼长。对你来讲，黑暗甲光明拢相反。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你的心思实在最深刻。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算了，嘛袂当靠着你的好料。上帝啊，由你监察我，在我的心思，可能我在我的意念，由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咱三角暗头来祈祷。回想一年来，你稳定的手，一直伫阮的教会保守、看顾、对春天到冬天，对敬拜到团结聚会，就到教堂到乡邻来读社区关怀，每一处的在，每一遍的祈祷，每一位兄弟姊妹的付出。拢见证你的信息，也带领阮无限的温顺甲稳定。特别上帝，原在过几天了后，就是2026年，原要迎起新的年度的时，愿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灵引带阮行伫合理心意的方向。愿阮每一项的服侍，拢以你为中心，每一个团结，拢以你以听为连结，求你兴起，搁较侪兄弟姊妹来敬拜你，来参与祈祷会，参加圣歌队、查经会，搁团结聚会，伫服侍甲参与中，同心起造基督的身躯。主爱天父上帝，伫一年一开始，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向你祈祷，愿你束缚领导者、政府部门，也有智慧甲谦卑，用公义、人民来治理国家，也求你会保守看顾社会的分裂，互阮会彼此尊重、和睦斗阵，伫经济生活中，互每一间家庭拢有教育来运用，人人安居乐业，保守阮年轻的一代，伫愿望中来成长，成做国家的祝福。人民的上帝，伫其前台北捷运有乱杀人的事件中，有失去有4位的无辜的民众，愿主怜悯因，
原因拢安息，拢安息。也求你医治有11位受伤的民众受伤因的心灵创伤的民众，甲安慰受害者的心灵。愿这个悲剧无搁再发生。愿台湾社会充满平安甲关怀。主天的上帝伫昨暗11点外的时阵全台湾发生有7级的大地震。虽然无受到真大的灾害，但是主愿知你时常甲阮三甲伫地，你有保守阮、看顾阮。这个台湾，这个岛屿，愿一切拢平安无事。听阮的主上帝，阮教会兄弟姊妹有人身体无爽快，身躯无舒适，犯着侪侪无共款的症头的折磨，甲病痛中、生活中出入真正无方便。阮相信主你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医治者，阮嘛确信全心倚靠你医治的应允，要来得到医治。愿你的平安、稳定甲祝福临到伫病痛中的每一位的兄弟姊妹身上，互因通早一日恢复健康，用健康来学乐你。特别上帝，搁一遍感谢你，伫2025年有你的陪伴、保守甲看顾，这个拢已经过去。伫2026年以来，有你的祝福甲带领，你拢甲阮伫地。今仔日，阮的敬拜甲侍奉，求你搁一遍甲阮伫地，互阮会当拍开每一个人的心门，通过科牧师用你的话伫遮分享教导，互听的甲讲的拢平平有受救助，一切荣光甲学乐拢归互你，拢归互你。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免。咱即时来共读圣经，圣经。上帝话记载伫启示录第2章1节到7节。启示录第2章1节到第7节。你着写批互伫以弗所的教会使者的讲，正手踏7粒星，行伫7支金塔台中的，伊的话讲，我知你所行，甲你的着磨吞忍，遐个做歹的人，你也袂容忍伊；遐个家己讲是使徒，其实毋是的。你捌试验因，知因是白贼，你也有吞忍，捌为着我的名忍受无野心。若是我有责备你的，就是你已经离开起头的疼。第5节，所以着记得你对打落跋落来，着反悔来行你起头所行。若无安尼，你若毋反悔，我要到你遐刷你的灯台，离开伊的位。若是你还有一项可取，就是我所怨恨尼哥拉党的所行，你也怨恨伊。有耳孔的，着听圣神甲遮个教会所讲的。得胜的人，我要将上帝乐园中活命树的果子，互伊食。以上愿咱照上帝话来行，来受伊的祝福。煞接小诗班要来献诗，学乐上帝，慈悲主耶稣。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们到家里头来，好吧？厝里无代志吧？有惊到啦吼！阮兜2只猫啊，惊甲皮皮喘安尼吼，安怎安抚都安抚不下来吼。所以伫台北真少拄着遮尔啊大的地动吼。毋过看到伫群组内面兄弟姊妹互相报平安，我嘛感谢上帝的稳定甲怜悯吼。拄仔伫迄外口咧甲交代长老、加菲长老吼，伫咧讲起其实咱人类实在是真软弱吼。若拄着人祸吼，你阁知影原因，但是若是天灾吼，有当时真正无法度按算上帝免别上帝的意思吼。总是好佳在咱抑阁有一个信用，会当来坚固咱吼，坚固咱的心。伫咱无通瓦靠的时吼，咱阁会当仰慕即个全能的上帝吼。也愿咱逐礼拜来到伫上帝面前咧敬拜咧敲揣伊家己的事，伊的圣性也帮助咱的确得到信心甲快乐。伫今日今仔日的分享之前，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求你怜悯阮，世间人，阮甲世间人同款，阮有罪，有软弱，有当时阮知影，因为你的圣性会提醒阮，但是有当时阮无明白，阮家己做啥物款毋对的代志，来得失人甲上帝，所以恳求主来帮助你光照阮的内心，光照伫教会内面，互阮会当伫即个世间真黑暗的时，真惊吓的时，毋知要行去倒位的时，你引带阮头前的路。阮也恳求你的圣神，用阮的心来讲话，互阮有谦卑的灵来领受，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你亲心保守，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终于吼，启示了咱要进入7间教会啊吼。其实启示了对一个牧师来讲吼，会不会是一卷真歹讲的批吼，一张批吼？坦白讲是无简单但是咧对牧者甲兄弟姊妹嘛是共款吼，拢爱伫上帝面前来反省，来领受。做伙来成长吼，来改进。我相信吼咱若是有即款的心志吼，上帝伊家己的圣性的确嘛要坚固帮助教会吼，所以咱就进入启示了来看吼。7间教会，第一间收批的教会叫以弗所吼。其实这张批吼，虽讲是讲写互7间教会但是这7间教会拢是读共一张批，名叫启示录，安尼大家理解无？好，毋是启示录分7个，敢若这个7节只寄给一间教会吼，毋是安尼，是这7间教会吼，共款拢读即张批所以吼因为有的兄弟姊妹吼知影启示录吼有提到这7间教会吼，所以你们想象一个情境吼，我们还没进入到我的 PPT， 你们想象一个情境吼，就表示讲有7间教会吼，同时咧读批的时阵吼，毋敢若是知影家己的状况，伊相时嘛知影另外6间教会的状况，对吧？好所以要互相嘲笑一下，对不对？好，当然毋是我头拄有讲吼咱若是有圣神的帮助吼，咱得有谦卑的心来领受吼所以伫遮嘛共款要提醒吼若固定教会咱若是咧读这7间教会的时阵吼，我嘛毋茫讲咱谦卑领受吼我自己也要跟弟兄姐妹做伙来反省吼咱敢有欠亏的所在咱敢有做好的所在吼互相来肯定吼。好咱进入这7间教会第一间教会以弗所吼。其实这7间教会书批的内容吼，结构上大致相近啦
啊，毋过有2间教会无去互耶稣骂尔吼，啊，咱后面会看到。啊，而且今仔日因为伊是第一间，所以我会真简单先互大家看一下，伊的架构吼，生做啥物款？这张批咧写的详细吼，我安尼很多圣经学者吼，你各家的注释书拿出来比较吼，拢有讲起着这7间教会安怎比较，吼，横向的、垂直的吼。啊，毋过我感觉吼，每一家说法都是有道理的吼。啊，但是我伫遮敢若提一点尔吼。其实这7间教会唯一的共通点就是耶稣知影因家己所毋知影的。这7间教会唯一的共通点就是耶稣都知道他们自己不清楚的地方。简单用现代的语言来讲，耶稣知道他们的盲点啦，这样是最简单的。啊，这7间教会，互耶稣特别写批提出来讲，那就表示他自己知不知道？不一定知道，可能不是很明白。好，啊，所以耶稣特别写批甲因讲，嘿，我知影你的行为。这7间教会吼，有一个共同，另外一个共同点是，一开始耶稣拢讲，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吼。这款的一开始来讲吼，其实嘛是真刺激呢。你想看卖，你敢知影固定教会今年第几年？才过半年，今年是67啦，明年是，你不要给我回69，明年当然是68啦吼。啊，毋过以弗所教会咧，你敢知影以弗所教会建立偌久的时间？它大概是公元52年吼，52年的时阵吼，保罗带亚居拉跟百基拉吼来建立的。啊，写启示录这个时吼，差不多是公元90年吼，所以这中间差不多要将近10年的时间吼，大概40周年啦。啊，这40周年的时候，收到的大礼包就是耶稣写批互因，惊死！好，啊，咱固定教会敢有受过耶稣写的批？好。可能没有这么正式被收录在圣经里面吼，但是耶稣每一礼拜吼，拢透过咱的礼拜来对咱教会来讲话吼，也是每个礼拜都有大礼包啦。换个角度想也是不错啦，好，岔出去，所以我们拉回来吼。耶稣伫批中间要提醒教会的盲点吼，他不是乱无目的的讲说啊，你这个人个性怎么样吼，做人还蛮成功的，事业蛮发达的，奉献也很到位吼。耶稣毋是咧针对一个个人吼，伫咧讲起着这款的信用的展现。耶稣伫咧讲起的是整个教会伫信用、伫真理这件代志，因会坚持伫搭落吼。这7间教会另外一个共同点吼，其实被用了不同的方式表现，但是其实耶稣拢敢有一个方向尔，就是因伫信用这件代志顶面，因有坚持无。那简单来讲，另外一个共同点是在这里。所以咱若是斟酌来看吼，因为我们会有7次吼，所以听弟兄们有的人可能是第一摆接触启示录，有的人已经读过足侪摆吼，要紧互咱做伙搁一遍来思考，耶稣特别写批来提醒教会，伫什么所在他们是要坚持到底。所以伊讲一开始讲起讲，我知影恁的行为，就表示讲这7间教会，这7间教会被手拿7灯台的耶稣吼行走在哪里？伫因中间呢，所以耶稣安怎斟酌地看，耶稣认为安怎，这的教会因的所行所做，耶稣清楚因的处境，就是因为耶稣有在看，所以伊伫审判进前对教会提出，
一间教会你需要改进的所在。啊，我要讲的，就是讲你伫信仰顶面有坚持住的，上时耶稣嘛有肯定教会做了真好的，就是讲，重来，就是因为耶稣有咧看，所以呢，当伊审判前，若是提出望教会爱修正的所在，就是表示讲伫信仰顶面你无真坚持住的，上时耶稣嘛有肯定教会做了真好的所在，伫信仰顶面伊有坚持住的。是耶稣拢有咧看，好诶歹诶，耶稣拢看在眼内啦。意思就是安尼。所以呢，伫这中你会看到耶稣对教会肯定学乐，嘛会看到耶稣对教会责备甲警告吼。啊，若是一间信仰吼成熟诶教会，我相信是会当真健康来检验咱家己诶部分诶。检视咱家己有做了好的所在，符合伫圣经的教示。像是咱嘛会当谦卑检讨咱家己，看有需要改进的所在无。我认为一间健康的教会，其实这两款人的学乐、人的指教，其实你拢会当谦卑接受，但是不是马上照单全收，是。谦卑接受了，你阁爱经过家己的反省、思考甲判断。安尼伫信仰的成熟的顶面，我认为这是较健康的。但是这个是我提出的一个灵修方向吼啊，我会这样讲，通常都是大部分是我自己也是这样灵修的吼。啊，当然，兄弟姊妹，恁会安怎来面对家己的性命，甲面对教会信仰的成长吼？我望咱今仔日吼，礼拜结束了吼，第一本，这就我有的经验啦，可能之前有吧，我不在的时候有吧。今年是咱第一本吼，第一摆要邀请所有的中级甲。青年同工吼，佮有所有其他的同工吼，要做一个年度分享会。恁敢有咧看周报？有看到周报消息吧？吼，今年是咱第一摆要来讨论甲分享吼，这一档以来，咱固定教会正同工，咱代志做了安怎？好的部分，咱感谢主，互咱教业稳定甲开来。但是若有达到咱检讨的所在，咱嘛爱安怎？爱谦卑来接受，思考看卖，即款的指教敢是正确的，会当帮助咱教会较进步吼。所以教会伫咧面对即款的肯定甲责备的时阵吼，咱来学习，不要成为极端者吼，敢若温准别人甲咱学乐吼，但是咱唔肯接受指教吼，啊嘛莫诚做吼一个感嘛，就是咧共批评指教，煞忽略伫教会内面正当工半时间的服侍，也是用心吼，这两种极端吼都过犹不及，即款的现象拢无造就教会甲所有的兄弟姊妹吼。啊，所以伫听到肯定也是责备了，上重要的就是啥物？就是态度啊，对无？好的部分咱爱教会爱继续，歹的所在咧，就爱悔改，爱来修正吼。坦白讲，我家己吼，咧分析这段经文写到遮的时候，我会讲到篇的面顶的写吼，遮的道理吼，检测大家咧管囡仔的时拢捌啦。对吧？咱家己管囡仔是啥乱要管囡仔，就是因为认为因所做的有对的，合伫咱的心意，也是做行歹无合伫咱的价值，对吧？所以咱若甲囡仔教示，就是望伊安怎符合我们想要的吧？这咱家己咧有咧教示囡仔的时阵，咱是真有经验的吼。拢捌，但是即摆若角色互换吼，变做是咱家己的代志，是教会的代志的时候，即款的真简单的道理吼，咱拢袂记哩，甚至我们会想要抗拒吼。然后最后一个架构吼，这七间教会吼，
拢有收到耶稣吼透过约翰写讲吼，圣神所讲的吼。建教会的拢爱听吼，大概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语句吼。这个是他最后一个架构。其实吼，在这中间有一个变化，一开始拢是耶稣对单一个教会安怎宽免，但是后来后约是安怎变做是圣神对建教会所讲的话吼。光是在这里，在这一个概念里面吼，这1000多当以来吼。各家神学，各个神学家吼，甲各教派吼，就咧讨论讲所以启示录吼，到底是写有啥物人看的？兄弟姊妹，启示录写有啥物人看的？建教会嘛，因为看起来我的答案。我的动机可能就是已经很明显吼，想让我直接要特别提出这个架构吼，因为对真侪时代的研究来看吼，有的教会认为启示录吼，敢若写互这7间教会，所以安怎甲阮教会无关系，伊顶面也无写第8间教会吼固定教会。耶稣伫遐特别写回讲，我知影你的行为吼，所以安怎咱会感觉甲咱家己无关系吼，无地带吼。但是有的教会吼，就认为讲袂使吼，这信息非常重要吼，这关系到规个世界甲教会的大结局吼，所以一定要知影吼咱爱读较真实吼，避免咱家己安怎被审判丢到火湖吼。然后到永死里面安尼吼，所以就一直压迫教会兄弟姊妹吼，你爱尽心服侍爱热心嘛安怎吼，又变成了一种过犹不及的张力吼，特别是咱长老教会，咱长老教会有没有很常讲启示录啊？但查经班比较好讲啊，因为它内容太复杂了吼，若要放伫讲道吼，是较辛苦吼。但是我犹原吼鼓励咱吼，嘛鼓励我家己吼，咱嘛是做伙将耶稣写互教会的批吼，对头到尾来行一遍。无伫咱长老教会吼，真有可能你会听到启示录的事吼，是别人的告别式啦。差不多会念迄1、2句安尼吼，无搁再有目屎，无再有艰苦，你真拍算吼，真可惜吼。好，这是前言吼。所以2种过犹不及的现象，我认为拢无利益伫教会甲信用的造就吼。所以愿圣神帮助咱，伫咧哪听的时，会当有智慧，哪反省，哪思考咱家己吼。好，而且这间教会实在是特别教吼，我实在很想要拿掉这张 PPT， 但我实在是觉得还是太想放。讲到以弗所，我要介绍伊吼，甲别间教会无啥共款，就是他的历任牧者。因为咧，伊的牧长吼，基督教会新教应该会很熟，但是若是其他的教会吼，咱这种改革中之后的教会吼，可能不知道他们第一任牧师是谁。好，来我来介绍这间教会吼，因一开始我头有讲到吼，是保罗带着百基拉甲亚基拉因翁仔某吼做伙建立的吼，是有真好的造就吼，因为伫新约其他的批信内面吼，拢肯定因一开始吼，这对翁仔某因的服侍吼，将会友牧养甲真好吼，接下来阁有安怎？阿波罗、亚波罗吼，这个熬工德，因为比保罗更较熬工德，所以更较熬工德引起因教会内面的纷争吼，大家讲我是属保罗我属阿波罗叫保罗受气出来讲，你属恩前好你属迄薯条好所有的人拢属基督啦，所以。因为着亚波罗吼，伫遐咧起纷争吼，后来保罗家己嘛有去到伫以弗所教会吼来做牧会吼，差不多3年久吼，因为伊去2摆嘛吼。伫伊差不多公元70年的时阵，保罗甲彼得吼陆续就殉道了吼的贵心吼，所以后来伊学生提摩太有无的
继续来牧养以弗所吼。啊，上落尾吼，就是约翰家己写这张批的约翰吼嘛，亲身来牧养过以弗所教会。怎么样？他的历任牧者看起来怎么样？很威吧？很威吧？里面有3个都怎么样？写过收录在书信写的书信都收录在新约圣经呢，对不对？活的时候没那么有名。活的时候没那么有名哦，不过保罗名气蛮大的。活的时候没那么有名哦，这里面大概亚波罗跟保罗吧，还有约翰。这里面约翰名气很大啦，12个使徒之一呢。好，大概知道一下他的背景就好哈。啊，所以你看到伊家的历任牧者吼，你就应该会当至少直觉判断过吼，因为你至少读过3个人的批信吼，你就会当至少知影讲，这间教会对真理的认识安怎，一定就稳的，一定就稳的，嘛就知的。保罗还有被提到第3层临界的这个3层天的这个经验吼，可以回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在灵里面看到了什么，我这第一手资料拜托。所以这间教会所培养出来的信徒，应该是真值得人信任的吼。但是我个人是安尼看的，因为我相信重点不是这个牧者有名还是无名吼，因为因的牧养的目的不是干那为着要成做大牧师那定。因的牧养是要帮助坚固教会无离开耶稣基督的救恩吼，所以请咱对家己的教会吼，历任牧者吼，你唔通干那在想讲，阮教会牧师有名无名，你爱想的是牧师敢有帮助咱稳定坚守坚持活伫耶稣的真理内面，那有每一人咱拢感谢主啦。知无？你要举手发问哦！我今天讲到时间不能太久下课再让你问，好不好？你这样会吓死我，不行不行。好，礼拜结束后让你问吼。咱就爱想一间对真理较有认捌的教会吼，将近40年的时间，因为我讲伊是差不多的西元52年吼，建立的教会，到约翰写这张批差不多西元90年吼，中间差不多40当了点吼。在这40当内面，这间教会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耶稣要写批来甲伊讲啊！我头拄也讲吼，咱教会今年是67年吼。咱每一礼拜拢有收到耶稣的批哦，嘛有收到上帝的批，因为咱伫遮敬拜、读上帝的话语吼，所以咱是真稳定的代志。好啊，另外真紧吼，快速告诉你们一下，来，以弗所伫搭了伫遮，好，挖海的所在会可以做很多贸易跟港口哈。啊你看出来哈，它大概7间教会的顺序是这样：以弗所、士美拿、别迦摩、推拉、萨底、菲拉铁菲、老底嘉，有没有？它就是一个口啊吼，顺时钟按起来吼。好啊，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以挖海人口贸易往来很多，经贸大城。嘿，这趁钱啊，佫毋是伊上高的所在，伊上高的伫遮。对，雅典米女神庙吼，伫迄个你还佫会记哩使徒行传的时阵，谁去拆台？有无？啊，结果互迄生理人啊，互迄生理人因的生理安怎？一落千丈啊！因为吼，侪人听了保罗的宣告甲福音的了后，安怎？归信耶稣啊！结果让他们的生意怎么样？一落千丈。这个是考古里面雅典米女神的样式你看伊胸部非常多头前差不多有20个乳房
因为伊就是表示它是一个丰富的、多产的，会当互你带来你人生的丰盛诶，好，这样是一个形象啊。它厉害的还不是在这里，因为它的那个神庙的地区现在已经变遗迹了哈，大概是几个足球场，一个橄榄球场跟足球场比这个足球场还要大。啊，因为我们也没看过吼，所以你就只能想象。啊，我特别写伫右边吼，伊厉害是他很会做行销，嘿，伊将伊的旅行遮个要摆的物件啦，制作成周边小物，然后就什么斗内。不是斗内，就是贩卖哈。现在今麦你去故宫哈，你会看到说哇，那个什么白菜翠玉白菜迷你版的300块，好结缘是不是？好了，好，啊，迄当时哈，他们就很会制作这个小物哈，那大卖哈，你要各种尺寸的话，你得当摕去恁厝里安怎摆呀，你就会有那个什么宗教仪式感，就在家里就可以惊艳到，那个去庙内面迄款拜神的感觉吼。这个城市的宗教，唔单单是影响生活那点，佮较改变因的经济。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伫这款的环境内面伫咧生存的。信徒若是要对抗这款的影响吼，其实蛮累的。因为你搁爱按算吼，啊，我若无配合这个城市的文化甲宗教信仰的话吼，啊，我就无生理，我就无头路，这嘛是有可能的吼。这是以弗所教会所要面对的代志。啊，另外咧，我搁互你介绍另外一个耶稣甲因肯定的吼，这个尼哥拉派吼，尼哥拉派是今仔日的经文内面耶稣有肯定的所在吼。尼哥拉派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的各家学者大部分没有办法非常具体哈，但是大部分普遍拢认为，伊本地吼尼哥拉这个人吼，本地是耶路撒冷算出来7个支数中间一个，本地有好名声吼，但是后来吼失败吼啊离开真道吼，他离开真道还不离开教会，好你离开真道就算，硬要说你家己是安怎信徒。啊，硬要安怎？甲兄弟姐妹斗阵，啊，搁要安怎？搁要传一个家己认为的信仰吼。啊，所以伫遮吼，若对学者的经历来看吼，伊会当讲，因就认为讲吼，人的性命甲肉体吼是败坏，这本底就是正常的。但是咧，你的肉体败坏袂影响你的灵性，袂影响你的信仰，所以你们就大胆犯罪吧。这个是奥古斯丁后来在他自己的灵修里面，他也有讲到这句话。伊的意思是讲，我就要表现出伫我内面的比外口的更较大，所以咧，我这个人行去倒位，拄着什么物件拢安怎，免惊啊！恁做基督徒，这么无信心哦。好，这个是他的一个论述吼，所以。伫遮吼，学者伫讲吼，伫7间教会的时代吼，有3间教会受到这个教派吼，还是思想这个信仰思想的影响吼。刚刚以弗所教会安怎有鼓拽因，但是别家魔教会有服从他们，啊，另外一间教会吼就是一半一半。好，啊，若是这是学者的经历。你若是要安尼讲实际，伫尼哥拉党迄当时安怎做吼？你只能够从这里想象，所以我只能抓一条线让你们参考而已。因为圣经学者认为，尼哥拉甲巴兰吼，巴兰是具有圣经的假先知吼，伊本地吼受迄摩押王吼收买，要去诅咒以色列人。结果上帝吼，虽讲伊是外邦先知吼，啊，毋过上帝吼暗时就先甲提醒吼，毋是用地当甲提醒吼，是甲伊讲，迄是我的百姓吼，你袂当随便诅咒。好，啊，巴兰的
想讲好啦，上帝随便我安尼讲，毋过透早起来吼，要出去的时阵吼，就是想要咒诅，毋过伊的喙无法度咒诅，就变做祝福。安尼试一摆、两摆、三摆了后，伊讲啊，无法度咒诅以色列人，所以我安怎，我着设计以色列人，互因跋倒。好啊，所以以色列真正跋倒，所以伫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是新约的犹太人的眼中吼，巴兰的教训吼，就是妖怪人安怎犯罪的代表吼，即假先知啦，黑白乱讲话，互咱咧性格迄边去吼。所以耶稣伫遮有甲因肯定讲，你嘛万分我所万分的，就是这尼哥拉党吼的行为吼。所以我伫遮嘛是做伙甲恁。甲兄弟姐妹吼，做伙做一个整理，终于介绍完它的脉络，是不是讲启示录不容易？咱来看耶稣肯定因的所在。耶稣肯定因着磨、吞忍、歹人，遐个做歹的，你无容忍因。遐会家己讲家己是使徒，但是毋是的，你是有才调会当甲因试验的。哦，高甲，佮知影因是白贼。哦，即间教会有厉害无？毋过头仔恁看我介绍因历任牧者，应该也不能太差吧？你是不是保罗牧养出猪队友？这说得过去吗？对不对？所以。坦白讲，其实即间教会合适了，还阁袂歹咧，对无？这牧者帮咱义务所教会拍了真扎实、很稳固的信仰根基吼，包括教会当有真好的信用传统，毋管是伫福音的事工、服侍的着磨，也是爱面对头拄我头前讲的遐个哇那些宗教信仰影响信徒生活，等等遮的挑战。因拢安怎真吞忍呢？为着耶稣的名安怎艰苦无亚神，就是忍得住啊，有底气，忍得住。好，这间教会讲起来实在是袂歹，对吧？总是耶稣讲，但有一件代志，我要安怎责备你，就是你离开。起头的痛，中文叫做抛弃了起初的爱心吼。哇，头前遮尔啊侪优点吼，唯一受责备的，就是你离开起头的痛。离开起头的痛，这启示录我从国小吼，因为有时候在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有时候我听不太懂我爸在讲到怎么在讲什么，因为国小就要参加礼拜堂，所以我就自己拿圣经起来，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一次。伫咧看启示录的时阵，就会觉得就信不信嘞，但没有研经的基础吼。大汉了开始研经吼，你敢知影一直到我做牧师吼，我既然吼。因为我的人生是要读很多遍。同一处的圣经，我人生是要读很多遍的。结果无用刷圣诞礼拜了后吼，我伫咧开始咧写讲道篇的时阵吼，我居然卡住了，兄弟姐妹，你们相信吗？困扰着我的，就是这个离开起头的痛。我就一直晚上的时候，我就灵修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主啊，我国小的时候，我怎么会觉得我那时候读了，我就明白什么叫做起初的爱？为什么我大学的时候，我也好像知道什么叫起初的爱？出社会的时候，哇，你在为生存打拼的时阵赚那个房租费，我好像读的时候，我也知道什么叫起初的爱。想到今嘛做我说的事，我常常要用讲道篇来甲兄弟姊妹讲。”离开起头的痛，我怎么觉得虚虚空空的？所以这我说的开始发现是不是我的问题？吼，一直咧记得想要敲锤原因吼，但是我又觉得说我不可以卡在这，讲道篇我还是完成。但是呢，讲道篇完成之后，我要真实的甲兄弟姊妹分享吼。
这个起头的疼，我不得不说吼，上帝是一路安尼来锻炼。你们还记得我圣诞礼拜那一天，那个玉珍跟明轩吼，就发现什么？我用了2节讲了说这话很重要，就转去了哥林多前书13章，然后他们2个就对望一下，说这个书写从屁下吧吼，因为哥林多前书我讲。保罗真大胆，将真爱的地位压悬到甲上帝平悬，所以他让它变成一个复合式。在神学里面，我认为它是一个复合式的概念。要讲这位上帝是仁爱的上帝，也像是咧讲上帝的仁爱，拢是永远袂无去的。他要把这样一个很强烈的 image 吼，把它告诉兄弟姊妹吼。那我伫咧看。注释书的时阵，也是讲研经吼，也是回想我细汉是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就一直认为这个疼，就是人甲人的关系。伫咧服侍顶面把它放在一起看，就是讲哇，一间教会真高服侍啦，就是无疼心嘛。我小时候读这一卷圣经的时候，理解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了牧师之后，我居然会卡在这个地方。我总觉得应该不止这个层次感，但是到后来我也跟上帝讲主啊，你不要搞我啦，因为礼拜天已经快要到了，我觉得你要让我有一个心头爱落定，要有一个决定，因为一篇讲的篇吼，其实1到7节其实大概可以讲10篇讲道理，你知道吗？我讲你点爱互我心头落定，我要安怎讲这个疼？但是一直这2-3个礼拜吼，我其实感谢上帝，让我居然圣诞主日吼会跟你们讲到哥林多前书13章吼，所以刚好今天你们的周报封面就可以看到上个礼拜的一个简单的概念。我要甲讲。你若甲即个疼的字换做用保罗的概念，虽讲即张批是约翰写的，但是用神学的角度，你若是将疼换做是上帝，或许有些道理是通的啦。耶稣写批甲因讲，恁遮高吞论，遮高好势，遮尔巧，遮尔有才调，但是离开上帝，这一切。毋就是甲哥林多前书爱的真谛共款，若无有疼，这一切拢是安怎？白了工哪定，不是吗？但是我自己在假设抓着这一个概念，我反省我自己的服事。我讲主啊，讲得真容易嘛，因为你分析了后将教会处境提出来讨论、反省，就会当完成一篇讲道篇，但是。上帝一直咧提醒我，讲袂使啊！你若是要反省教会，家己的服侍嘛爱囥入来反省。我就咧想讲，我敢有伫我开始服侍吼，用这个传道人的身份开始咧服侍的时阵，有我家己的人生真掉磨、真吞论，歹的人我嘛袂容忍伊吼，我嘛判断会出假使徒伫我中间吼，但是我无爱心的时刻吼。你们觉得有吗？真是残酷啊！我暗时在连修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看吧，我们就是不完全。那这样我还要当牧师吗？像你姊妹啊，我觉得我很长诶。我定感觉我服侍做了真尽心、真努力。但是我嘛无法度否认，有当时我实在是不耐烦到我实在是很没有爱心，我实在是快忍不下去。我想，哦天哪！然后有时候暗时咧灵修咧，甲耶稣上帝咧交陪，我讲，你按你自己都可以选12个使徒，我又不能够自己选同工，差那么多。然后你就，我觉得有时候这是我很真实的人性，兄弟姊妹。但是我要甲恁讲，这个是我很真实的人性，但是就是因为我真诚是来安尼来检讨我家己，所以我就会当知影讲，是安怎伫咱的中间有上帝真重要。因为有上帝，咱就愿意做伴。
兄弟姊妹，这就是我的信仰选择。所以有当时我嘛是哈伫期待内面讲啊，感谢你，互我会当甲一间教会安尼做伙来成长。因为你帮助我去明白，毋是代志有做得好，是代志咱爱伫上帝内面甲做好。我这些信仰的哲学，其实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是伫我真实的服侍顶面，我会当安尼来讲。咱爱伫耶稣的内面做伴，做伙来服侍，安尼其实咱会真幸福。我嘛毋茫，即款的提醒其实真简单，道理无真困难。但是咱若真做教会，袂记你即款的代志，耶稣有恩典来提醒教会讲，安尼你若是有信心的提醒，看见你失去离开起头的疼，你着重新来做就好啊。耶稣毋是讲。甲因骂讲啊，你完蛋了！我指出你的错误之后，你死定了。毋是耶稣是甲教会讲，改变吧，改变吧，改变就好啊，是嘛？悔改就好，做起头的工。毋是讲你有才调、有能力服侍，甲听人听主，敢若只能二择一吼。毋是，是咧你咧做的上时，爱会记你上帝就伫咱的中间。这是伊所意爱的。伫教会的服侍内面有上帝同在，有同工做伴，咱就会伫信仰内面受到上帝稳定的保守。上老尾伊讲，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遮个教会所讲的得胜的，我要将上帝乐园中活命树的果子互伊食。所以这是对倒一间教会讲的。上时是对以弗所教会讲，上时嘛是对正教会讲的。咱家己来反省甲思考，咱的教会敢是属伫即款的情景内面，有疼心无智慧，也是有智慧无疼心无教养。咱若是拢有欠缺，拢求主怜悯帮咱。因为我刚刚说了，耶稣毋是对以弗所讲，你死定了。耶稣是讲改变你的方向。将我放伫生命的第一位，将仁爱的上帝放伫咱的中间，将上帝的仁爱放伫咱的服侍内面，咱就会当谦卑做伙调磨，互相闹开，求进步，做伙来成长吼。我想一间认真伫上帝面前做代志的教会，伊嘛会看会出啥物是假的，啥物是假的服侍，啥物是假的教示。伫认真服侍中间，你的确会知，咱真需要仁爱上帝的保守。所以咱毋是一间，毋茫咱毋是干那愿意诚做一间有真理、有聪明，但是无温暖的教会。咱是一间互上帝所疼，咱嘛甘心愿意相疼，嘛愿意疼世间人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恳求你光照阮的内心，光照阮的教会，无互阮干那看到人服侍的表面，是提醒阮看见听的顺序，是听的上帝伫阮的内面，阮就有气来听家己，嘛听别人。求你带阮转去到起头的所在，互阮伫服侍、伫付出努力、伫学习真理的道理顶面，对听上帝开始，对听兄弟姊妹开始，愿教会所讲一切，通荣光你的名。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科牧师的分享，会当真做咱心中刻条上好的勉励吼。这是咱来回应上帝恩典，记在伫新的界面，咱做伙三脚来共读，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两条界是完全先知的总拳头，
我用心的解明互恁，就是恁着三疼，亲像我捌疼恁，恁也安尼三疼。恁若三疼，正人要对安尼我的学生。这是咱来回应上帝诗歌，圣诗492首。当我有气力的时，咱起立来吟诗。请者，这是咱的奉献。咱起立来吟奉献诗歌。慈悲听透阮的主，阮感谢你，对年头甲年尾有你的保守、看顾甲平安。伫一年来，你予阮侪侪祝福因带阮。虽然有时拄着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中经历到主你赏赐的祝福，恩典满满。恳求主伫新的一年更新阮的心、阮的灵，伫生活中行伫你。主你的旨意，阮伫遮甘心乐意。
献出阮的财情甲金钱做圣工使用，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基督内面，阿门。请坐。报告大先，咱先来介绍新的朋友哈。孙立璇，是书涵的迄个同学朋友，欢迎哈，欢迎你来哈。这是咱来行平安礼吼。左右边下来，迄个握一下手哈，挥挥手哈。这是咱要报告大先，咱游园吼掀开咱今仔日的金句吼，咱台语甲华语拢各读一遍吼，来，有耳孔的着听圣神甲遮的教会所讲的，得胜的人，我要将上帝乐园中活命的树的果子互伊食。启示了第2章7节。凡有耳朵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示录2章7节。这是来报告第一点后礼拜是圣礼典咱请兄弟姊妹准备心伫礼拜煞12点伫副堂要召开小会，加小会员。准备心。第二是礼拜组甲苏师总的报告吼，有2点。第一点是明年服侍表1月到3月已经拢安排好势。你也有伫安排伫即个服侍内面请你呢会伫迄个招待桌会当来摕一张倒去家己看。如果这时间有小可有冲突你无方便，你会当会当来互相来甲同工互相来对话来甲迄个咱的玉珍执事甲副执事来报备一下互伊当来迄个订周报吼。第二点是今年的母亲节咱行到今年已经第52礼拜咱伫遐有放真久迄种咱母亲节有合照放伫迄个墙壁的边遐可能明年有新的明年的计划咱也有翕相的咱会当家己刻倒去你也无刻倒去呢，阮先甲遮统一拢收起来放伫办公室你也无来还是伫线顶咧看的你无来你明年来的时阵较会当甲遮的相片做伙扎倒去第3点是迄个教育组的报告教育组有要遮甲教会有配合，伫即个明年的1月11日下昼7点要举行头一遍咱的音乐分享会咱有邀请到合唱团的演出，嘛有个人的演出，嘛有教会咱伫咱教会真好的伙伴遮嘛有要来演出过来重点是会当来结连咱的社区做伙来演出咱希望咱甲即个时间迄个时间留落来并且会当邀请佫较侪你的朋友来参加即边的活动咱也为着来为即个活动来祈祷来享受到咱上帝美好的恩典。
再来是迄个财务组的报告，财务组的报告啊，第一点是迄个今年等讲今仔日吼是12月28要来准备关销吼所以你也有迄个数据还是发票还未到的赶紧来办公室馆来甲来核销一下互即个财务组会当来紧来处理明年的代志。第二点是有咱共款明年1月11日咱国团结有一寡报告有聚会有遮迄个迄个账册咱来一个记录起来咱有我记咱上半年有检查一遍即届是下半年7月到12月咱希望咱的同工咱会当尽快会当来提报。第五点是咱2026年的合会手册遮个咱嘛共款，拢集中伫即个1月11日会当提供遮迄个咱的事工的报告决算，2025年的事工的报告到迄个决算，甲明年的事工的预算会当因为咱按算明年的2月初就要来举办好会所以呢，这时间可能有较短所以呢，希望大家会当速来提交第六点是咱迄个明年的迄个2026年咱的奉献迄个咱头前这会拢是咱的会友特别奉献即摆这是一届即摆这个会财拢已经起价所以呢一届奉献拢900块咱下有登记登记的人，咱希望会当赶紧速来交即个迄个因为每年交所以呢赶紧交咱你有奉献的来交迄个预先执事甲副执事来，互伊会当来整会麻烦大家第7点咱迄个年终的分享会，头仔牧师嘛有讲过就是迄个等下1点咱中执会咱的中执会甲同工咱要伫即个所在要来做一个年终的分享咱除了同工以外咱的会友要留来参加，我相信嘛同意嘛拢会使啦做伙检讨做伙检讨，阮是毋是做了无好恁甲阮指点一下即个团结的消息迄个青年团结伫后礼拜1月初4礼拜后有一个迄个读书的经验谈迄个徐雅蓉要来分享第3点是福利团结1月份的例会高声诗班要来练唱有缘伫咱本堂遮本主堂遮来练习咱有要准备午餐，所以呢你要来参加的人有缘伫公报栏来填写佫一个教界的消息咱即个7星中会妇女事工西小区的月例会特别来欢喜咱教会来伫遮来做聚会即个7星中会妇女事工部欢喜来咱教会即个所在来做聚会咱教会的兄姊妹你也要来参加嘛会使迄个时间是1月13拄好拜2咱希望咱的兄弟姊妹佫较侪人来参加即个，因为拄好介咱即个咱个人教会的迄个咱若拄好会当下面做礼拜嘛真好一件代志。来以上报告公道甲补充报告，咱请柯牧师来。感谢上帝恩典一年52个礼拜今仔日是咱上落尾的一个礼拜日的主日嘛是伫等一个祈祷内面嘛邀请兄弟姊妹为着你家己这一年以来你所领受的恩典献上感恩伫这中间有信心，要提醒咱的性命有啥物欠缺无够野，咱嘛求主来赦免、来怜悯、来引带，为着明年咱的人生、咱的信仰，恳求上帝的祝福保守。佫有昨昏的地动，
吼，还阁有侪侪伫世界发生的天灾人祸，咱台湾的国情，用恳求主来怜悯，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保守阮平安经过一年。感谢你，互阮这一冬伫教会内面，同心来敬拜，谦卑来服侍。阮有侪侪爱学习的，还未完成的，还未学到的，拢恳求主你继续来扶持，来坚固。当阮大心要爱学习，将忍耐的上帝放伫阮的面前，因为阮毋茫，阮的生命会当精彩、有意义，是因为阮知，阮结连伫上帝的听的内面，主阮谦卑领受一切的信仰的稳定。求你，互阮无骄傲；求你，也赦免阮的过失；求你，继续引带阮的脚步。为着世界来祈祷，国甲国的对立、战争、天灾人祸，改变人生的地图，主有当时，互阮真正袂堪接。但是求你疼痛的主，你是一切的答案。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就真热心，真做疼，真做义，伫阮的中间，求圣神也帮助阮的心，帮助阮较无你，较无伫你的帮助甲同在内面，互阮会当真实得到平安。为着阮兄弟姊妹，阮侪侪人的身躯的欠缺，心灵的无平安，或者是阮伫工作内面拄着会艰苦心，也是甲人斗阵会无爽快，也是伫家庭内面，阮毋茫的幸福无完成。主啊，阮拢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求你带领阮即个人，即个性命，因为你会当互阮圆满伫即个世界各个方面。主求你帮助顾守阮，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稳定，会当同心伫固定教会做伙来祈祷，愿一切祈祷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你接纳。同心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做伙来唱落尾的圣诗，愿主旨意得成伫地，请咱起立。愿主旨意得成伫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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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旨意得成伫地。平安的主，赐福气的主，要伫恁的中间，因为伊疼恁。因为伊听教会，所以伊愿意将伊的心意放伫咱的中间，恁着安心来领受伊的帮助，领受伊对恁的祝福，领受因对你的肯定，但同时也爱谦卑领受伊对教会的指教。
但只要咱愿意悔改，咱就会当赢过这一切，这活命树内面的果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会听同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列倒，请咱听候音乐离开，才来起身。因为昨昏吼地震吼无法度一一联系吼兄弟姊妹厝内状况啊，亲像我透早是有接到廖牧师娘吼敲电话来办公室讲吼，因为因大楼的电梯吼都无法度使用吼，所以伊就爱请假吼。咱若兄弟姊妹吼，今仔日有看到无拄着的兄弟姊妹吼，咱会当趁这一两天的时阵吼，互相请安，互相关怀吼。那最后，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再见的时候就已经是新年快乐了吼，所以牧师在这边吼要祝福大家吼，这一年幸福满满，明年继续平安，新年快乐。